都说留住乡愁，乡愁是什么？这些乡村全部都是给我们找麻烦，就是好像我们是做自然地理换的一样，就这些自然的确实没得一点感情。我们这是日子。那么这样就该这个今天的面了。那就让这个桑萨那当那么些边吧。那这个跟是路南之路的，这里是咋的？那我们没那个说你们跟记录这台的，这里是咋的？人给把给过来，那跟什么个人多么那面了？那个那看书上看个了，他们写个台面了。2004年，索朗农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摄像机，开始记录故乡巴拉格宗如何从偏远的小山村到著名风景区的变迁，从山水风光到日常生活，他用胶片雕刻了一段故乡时光。当时我表哥斯纳丁珠要为家乡巴拉格宗修一条路，作为一个拍摄纪录片的人，我相信这条路会给家乡带来很大的变化，那肯定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就这么开始拍摄。这么一拍就16年已经过去了。那上台湾写的纪录片上看到的，可多难就感觉是呢。当他在那里，我对莫里拍张这，对手册的，那个对手册的拍张这呢，对杂志的上。那，台湾的那难就肯定感觉会写的同感有的。那个啥的。索朗农部成长的地方，在香格里拉大峡谷的深处，雪山河流纵横交错。索朗农部的摄影作品，忠实地呈现着这里的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当下。多少位？哎，儿子，哎，拍摄黑站那边有一所啊，知道。这是一间婚纱摄影工作室，创办于2009年。索朗农部取名为原色。2009年就是我们就为了养家糊口开了这个店。我真的说不想回家。你也讲。回家。就是2009年为了那个养家糊口，我们就开了这个原色摄影店。刚开始我的朋友，请我帮他们拍那个结婚照，不只是他自己喜欢，而且他周边的朋友也是，反响相当好，
所以说是我们萌生了想要开这个店的一个想法。当时我们取了好多的名字，然后有记录木格啦那些，然后就他还是就是想要用那个原色来做那个这个店名，然后就当时我也那个刻做招牌的时候也是就用了这个原色摄影这个，因为也是因为字少嘛，然后就是也能省下来好多钱。当然原色肯定是相当好的嘛，因为从色彩来说也是讲究个3原色。那从那个我们为他们记录爱情，也是要记录下他们的爱情的原色，这是最关键的。索朗农布以创作者的心态拍摄婚纱照，而曲珍以周到的服务经营小店。夫妻2人合力将故乡的美景打包，融进了万千个甜蜜的瞬间，随后被带到了大江南北。今天是有几组了？今天三组。昨前天都有4组4组，是今天的是有2个是。有2个是外地来的，然后有1家是本地的。外地来的要拍的好一点，他们是没谈的病。当生计已经不成问题，索朗农布记录故乡的心又热切了起来。原色摄影工作室已经进入了正轨，那我也不用太过多的去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原色摄影这边，那我还是做我自己的本行，做一些纪录片、宣传片。那jag gick på någon sån rando så här på det. Och när jag kunde det 4900就开个海拔呢。索朗农布说，用脚丈量过这片土地，才知道故乡比想象中更大。那边大木的店呢？那别大木肉羹那的，天鹅湖头子呢？用镜头反复拍摄过同一个地方，才发现故乡比想象中更丰富。丰富到让他产生了陌生感。正是这份警觉，让索朗农布的拍摄热情高涨。对工作极其认真，然后极其严谨，然后也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成就了他现在的艺术成就吧。这边，这样的看起拍完球的呢，才能到这次。的局部要谈了。电线不是你在哪里那呢？现在打的。这些地方我03、04年就经常来，然后也拍过一些照片，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说之前没有拍太多的那个人文的照片和视频。那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其实拍山水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但是其实通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其实再回看的话，山水也有每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人生阶段里看山水也不一样。所以说今天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这儿拍风光，但是路过了看到这么美的环境，这么美的光影，我还是忍不住要拍一下，这个更能表达出一些自己一种心境。快门每咔嚓一声，索朗农布对故乡的陌生感就减少了一分。在收集四季轮回的自然风光时，索朗农布也在聚焦生活的变化。罗，哦，罗姐，哎，顺利的转。顺利的转。那你说呢？反正红山走那来看中国的纪录片，常常去拍不上的。可以。反正从东风这个全都拍完了。俺们这内容成熟的嘛，太嘛的。成熟的，我们这里的。成熟的嘛，就是。这个。对。还是亚不鲁强的。可以嘛，这个干嘛去？反正从空白，咱们录的白去拍，昨天人成熟的人用来拍街谈嘛，整个记录过程的。路遥，农部的老朋友。他大学毕业后从城市回到故乡，创办了牦牛养殖场，当起了牧民。在路遥的选择里，农部看到了自己的影子。2020年9月15号，路遥采访。胡老师，他多么的去各整天的对农场造了，自个个的农场在这里，基本上的农场在这，学校那里休息放假在这里，把修农场那个做，我做农民的，还有这个现在的他妈基本的，往那去到这，我再看个。在峡谷深处，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做了各种选择，并为之奋斗着。他们每天都在书写着自己的生活，也在塑造着故乡的未来。为未来的观众记录下今天的故乡，索朗农布觉得责无旁贷。那我觉得，大学生回来，他可能不是常规的牧人，那他是带着外面的思维，或者说是更广的思维
来做他的事业。我们的团队会持续的跟拍。农宅的是啥？那个是仓库的，饲料啥子？因为那里的近代房子的，往日的那个东，专门那里开起的那里。抽了可以拿了。抽可。这得干嘛？16年前，索朗农部的拍摄为今天的家乡人留下了一段值得回望的影像。这些光影像小火苗，它能照亮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也能唤醒一部属于故乡的生活史。来别说，哎呀，去这个菜去。OK， 下一场。бачите, как это сектор. Не бог, это сектор. 4展1000字。从拍照定格瞬间到 MV、微电影、专题片、纪录片、公益片等影像创作，一切能够记录故乡的载体，都是索朗农部想拥抱的。哇，今天他们拍的是那个卡卓藏刀，是个非常棒的那个手工艺。그거를这羊排肉，那卡卓的还是相当的社会责任心者嘛，我们是呢，羊排肉呢。好了说，这两个呢，你让点个蔬菜一做。好了说，好了。来谈主点装菜蔬菜肉来。好了。哎呀，等两个都是经过。这个基地，我们之前还是选了好多地方，然后最终还是选在了这里。其实拍一些东西还是挺方便，还是在城区里嘛。你看，这些还是这个建筑已经用了，这个建筑应该是有30多年了。现在影视团队这边还是非常成熟的，能够独立完成很多项目。如果你都不在的话，团队能够完成一些项目的话，我觉得整个团队的成熟度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楚成松曾是资深媒体从业者，决定加入索朗农部的团队，是在一番深入了解之后。非常的专注，非常的热爱自己的家乡，对自己这份故土有非常的一种执着的一种热爱在里面。从他拍摄的照片跟他拍摄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一系列上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向外界去展示香格里拉，能够把这一方净土更好的传播出去。爸爸。为什么我站起的是汗啊？说明你热量大。去那张抓阿当，比起阿当。当然。好了是。好了是。那些那个到了的话，就跟狗也一模一样的穿狗也太不。爸爸，等下你也要穿我那种干。好了是。
转过来这边。好，第一，来，这只手拿起。看啊，你可是英雄，看看。哎呀，不许动，站起，站起。哎呀。搞定了，来嘛，来，再来，再好好的试一次。来，爸爸来先帮你上。哎呀，好的，手撑掉，好，被打直掉个。为什么要射箭？好玩呗，你觉得够好玩？好玩。来，看看哪个更厉害个。爸爸，那个射箭太重掉了。就是要重点，要插着才算嘛。这再读2篇嘛，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玩去。好。红军赴海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湾。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只是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来吧，这中间的吧。我孩子这一代的人所经历的童年和我们完全不同，那他们对故乡的理解和我们也必然不同，那这个当中不存在是非对错。那我能做的，我想做的，也就是让他的童年多一些童年记忆，然后对故乡的理解也丰富一些。这个是叫相箭，它射出去以后像个。故乡在哪里？在古老的村庄里，在生活的琐碎里，在孩子们的游戏里，在时光的河流里。那些被认真书写过、被辛勤耕耘过的地方，可以被称作故乡。那么，乡愁又是什么？都说留住乡愁，乡愁是什么？我认为乡愁建立在故乡的原色上，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我生在这个时代，就得讲这个时代的故事。我出生在巴拉，但巴拉并非孤立在那里。近到周边的村落，远到民族文化、国家情怀，都是组成我们每一个人故乡的一部分。